第6章群體。6.1 企員共成長，效果雙益彰。劉敏。當我經歷咗呢個扭計式活動嘅成個過程，滿目皆是奇蹟。由個人夢想發展成群體嘅共同目標，一路上企業群體嘅參與實在不可或缺。無論係中小企或各行各業，例如零售業、洗衣業、僱傭業、顧問業、餐飲業、烘焙業、保險業、食品加工業同製造業，每個角落都出現咗扭計式嘅身影。我哋見證咗喺企業中出現嘅無數奇蹟。沙爹王餐飲公司裏邊，60歲嘅生產部姐姐成功盲扭，70歲洗碗嘅同事學識扭計式。喺鋼具辦公用品公司 Weber 同大埔振興肉丸公司更加係做到全民操練扭計式。築地日本料理更教曉咗聾啞員工。扭計式逐漸成為咗各公司嘅企業文化。我哋親眼目睹咗員工嘅成長，見證咗佢哋成功後嘅喜悅，共同經歷後嘅團結，團隊士氣同生產力都大大提升。咁樣嘅成果並唔係一蹴而就嘅，而係經過一步一腳印，積累咗無數嘅辛勤同汗水。每一個成功扭計式嘅人都係我哋共同進步嘅見證。佢哋嘅成就唔只係個人嘅驕傲，亦係企業群體嘅光榮。呢個係一個由個人夢想轉變成為共同目標嘅旅程。每一個參與其中嘅人都為推動同心同德嘅企業文化做出咗重要嘅貢獻。對於呢一切，我哋感到由衷嘅欣喜，因為我哋見證咗唔只係一個遊戲，而係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嘅轉變。而呢一切都源於我哋共同嘅夢想——扭計式。6.2 學校參與中，傳承實成功。劉敏。因為疫情，活動拖延3年，令原先報名嘅參加者流失咗1/3。大會面臨如何補充參加者嘅挑戰。好彩教育界開始得知我哋嘅活動，有超過10間學校想派學生參加。當時大會就制定咗一個原則。我哋堅持只教教職員同埋家長，再由佢哋轉教學生，而唔係由我哋直接做。此舉目的在於學生喺網上自學都唔困難，但係困難嘅係點樣令成年人走出舒適圈。如果直接教學生，呢班成年人就甩難啦，唔肯去突破呢個易如反掌嘅挑戰。正因為我哋嘅堅持，最初得到各位校長嘅支持，以身作則，成功扭倒，然後順利帶動教職員參加，個勢就形成咗。大家都理解到，如果機構領導肯學，下面就勢如破竹。大會亦明白，單純招募學生參加好容易，但係要說服領導參加就要費盡唇舌。我哋寧願死略，目的係為達到傳承嘅效果，同埋帶動成年人身體力行，班後生仔就自然會服你啦。我哋非常感謝以下學校同埋教職員：大澳佛教佛可紀念中學、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2小學、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新界婦孺福利會梁醒德學校、粉嶺救恩書院、拔萃女書院小學。各位花咗好多時間同埋精神陪我哋癲，我哋相信喺呢個過程中，大家都成長咗。呢80人都係我哋盲扭活動嘅種子，祝願佢哋未來發芽生長。6.3 三合摸前行，盲扭技超群。黃國麗。一開始籌委已經方向明確，
係要激勵視障人士，證明佢哋有能力，唔使再收埋自己。不過，創辦2020扭出新視野，需要視障人士參加，究竟從何入手呢？我哋發現籌委 CK 嘅同事陳慶強 William 係一位視障人士，於是 CK 馬上教佢玩扭計骰。當 William 學識之後，覺得好有意義，建議我去接觸香港幾個視障人士機構，推廣呢個活動。我哋馬上接觸唔同嘅機構，將理念、信念、目標向各機構說明，但係都食咗閉門羹，得唔到預期嘅支持。我哋唯有另闢蹊徑，請 William 推薦相熟盲人參與。William 介紹 Channel Sir 嚟學，佢當時係香港盲人輔導會嘅導師。Channel Sir 好主動，將我哋意念廣傳出去，好似一串炮仗咁樣，一路爆發出去，發光發亮。佢亦都帶咗好多視障人士參加我哋嘅扭計骰訓練班。經過多次交流，長龍同 Channel Sir 提出咗好多意見，幫手改良天龍八部。我哋其中一個理念係相健互助，有能力嘅視障人士作扭計骰種子教練，教健視朋友如何將扭計骰還原。長龍喺五旬節聖潔會靈光白普利失明人中心開始教班，吸引咗好多視障人士玩扭計骰同埋參加717。佢亦都製造咗土炮扭計骰，各種花款，令視障人士增加樂趣。Paul Sir 曾經話，佢同 Channel Sir 同長龍可以話係早期三劍俠，3個盲人推動盲扭運動，值得喺歷史上記上一筆。再一次多謝各位視障人士參加呢個活動，有你哋嘅參與，令到活動更加有意義。多謝。6.4合家尋滋味，苦樂生銘記。鄭家明。717令我家畢生難忘。我哋一家4口喺亞博參與創造世界紀錄。我9歲嘅大仔喺6歲嘅時候就學會咗盲扭。疫情裏邊，佢喺學校嘅線上教室裏邊表演過。佢嘅熱情同埋毅力感染咗其他家庭，讓佢哋亦都開始學習。不單止帶動咗家庭嘅氛圍，仲將呢種積極嘅精神傳遞咗俾佢嘅同學們，一齊參與717。而7歲嘅小女兒一直對挑戰世界紀錄抱住複雜嘅心情，佢總係有啲擔心，怕學唔會。但係臨到挑戰嘅最後2星期，佢就出人意料咁表示願意嘗試。佢喺2個鐘頭之內就學識咗，我哋都覺得無比嘅驚訝同埋喜悅。喺717挑戰過程當中，當身邊嘅同學驚到喊，想離開現場嘅時候，我不知所措。而女兒竟然開口安慰佢，唔使緊張，我都仲扭緊，慢慢嚟。於是身邊嘅朋友慢慢鎮定落嚟，最終成功完成。女兒嘅勇氣同埋樂觀，讓我哋都覺得好驕傲。呢一幕成為我哋家庭永不磨滅嘅片段，值得講一世。感謝扭計骰，感謝今次活動帶俾多個家庭共同嘅興趣。玩住嚟一齊學習，一齊進步。為咗玩得好而互相切磋、鼓勵同埋陪伴，增添咗家庭樂趣，重拾咗喺兒女成長中正在消失嘅一家人齊上齊落嘅滋味。6.5教人共榮辱，成長齊幸福。陳岳成。記得每次分享扭計骰嘅經歷，朋友都會話得閒教我。其實我除咗指導過自己女兒之外，根本冇教過任何人。後來真係試過教過幾個朋友，但係結果佢哋都未能夠學識。我嘅名句係呢個位冇得教，你自己摸熟佢啦。呢句說話竟然成為學唔識嘅魔咒。
後來我運用天龍八部，終於成功教識朋友。見到佢哋完成之後滿足嘅笑容，我亦都得到前所未有嘅快樂。朋友間從飲飲食食上轉化為共同學習、解決問題、共同成長嘅深刻經歷，仿如學生時期同老友志趣相投、榮辱與共嘅喜悅。呢段經歷令我同朋友共享咗3件事：第一係學習扭計骰，成功消除童年陰影嘅樂趣；第二，一齊參加有意義嘅活動，共創世界紀錄，享受呢種光榮感；第三，同朋友一齊經歷破框，消除心魔，一齊共享成長嘅滋味。自己學識扭計骰，只係獨自開心；教識朋友係大家一齊開心。朋友嘅成功，亦都係自己快樂嘅泉源。唔好局限自己，將自己學識嘅分享俾朋友，一齊成長，更加鞏固友誼，成為感情始終不渝嘅摯友。6.6 培訓大傳世，效果長遠計。陳岳成。喺我哋不斷咁宣揚扭出新視野活動之後，吸引咗不少社區團體查詢，係咪可以代為舉辦扭計骰興趣班？機構團體包括深水埗苗圃行動、大埔社區會堂、明愛同唔同嘅中小學。雖然我哋熱愛扭計骰教學，但係都堅守一個原則，就係唔直接教導機構嘅學員，而係教導機構嘅導師同埋義工，再由佢哋轉教其他受眾。點解要咁轉折？我哋發現有好多人雖然認同活動理念，但係總係覺得自己唔掂。有更多人對呢個玩具望而生畏，一大堆心魔。例如我冇時間，我數學唔好，我唔識呢啲嘢，我玩唔掂，我係女人，你哋幫我教咪得咯，你哋教咪一樣，我唔使學啦，等等。點解你認同困難係想象出嚟嘅，但係就唔去克服自己嘅困難呢？為咗助人克服呢個心魔，所以大會堅持只係培訓導師同埋義工。如果你認同人嘅才能係可以通過培訓發掘出嚟，如果你同意獲得新技能或者成就係讓人喜悅嘅，如果你同意大眾一齊提升技能會帶嚟社會嘅幸福同埋進步，咁你都應該自己去體驗呢個過程，由自己去成就呢個充滿意義嘅技能。當每次有學員話俾我哋聽，佢又教識咗更多嘅人嘅時候，大家都感受到更大嘅快樂，而且更加覺得呢個堅持係絕對正確嘅。多謝大家。